認究竟住喺邊幾層最健康？呢個唔係迷信啦，買樓選擇樓層絕對係人生大事嚟噶。有錢人都喺搶緊呢幾層樓，咁買到一個好嘅樓層就好比揾到一個風水寶地，關係到我哋一世嘅健康運勢。所以快啲點讚同收藏啦，避免以後買樓揾唔到啦。關於住房嘅問題喺民間有好多啲迷信講法唔少人認為唔可以住喺18樓，因為18樓就似18層地獄咁，十分之唔得力。但今日我哋唔講玄學，我哋直接用科學講嘢。咁先講1、2樓啦，而家但凡有啲錢啲老細都唔會揀呢兩個樓層嘅，所以你發現咗未？1樓同2樓一般嚟講都係最平嘅，因為1樓同埋2樓嘅採光實話實說的確唔好，而且房會比較潮濕啲，長期居住喺呢種環境當中係會影響到我哋嘅健康噶。仲有一啲係小區綠化，高度正好係將1樓同2樓係遮住晒嘅。咁8樓到11樓係陽灰層，咁空氣當中啲塵埃就會停留喺呢個高度啦。咁喺近年嚟啦，環境不斷惡化當中，灰塵會更加嚴重。居住喺8到11樓嘅居民都係苦不堪言日日抹灰抹到懷疑人生。再嚟睇翻15到20樓啦，咁由於呢幾層嘅位置係比較高嘅，周圍係缺乏啲遮擋物啦，咁就會導致7里之外嘅噪音可能都會俾你聽到。咁如果話啲門窗嘅啲罅隙唔夠嚴謹嘅話，仲會產生比較大嘅風噪同埋個風聲嘅。所以想住喺呢幾層樓嘅話，最好做好個隔音工作啦。咁好多人仲認為住喺頂樓係唔會更好呢？咁住得高時又望得遠啦。咁其實頂樓真係夏天蒸桑拿，冬天變冰庫咁實話實說，仲有一個更重要嘅防水問題啦，至今都係一個大嘅隱患咁具體幾多層樓先至係真正嘅黃金樓層呢？係3到7樓係首選。咁首先採光肯定係冇得講嘅，而家樓近佢都係30米起步噶啦，所以陽光喺呢個高度係全天候供應嘅。重點係你唔使擔心個噪音污染啦，比低樓層要安靜，比高樓層更加踏實啲。每日仲可以行過樓梯，就算停咗電啦，我哋都唔使驚噶。電梯罷工，我哋照樣可以輕鬆翻到屋企。夏天唔燥唔潮濕，冬天都唔會凍，所以喺呢個高度先至係真正宜居嘅樓層下次睇樓應該知道搶邊一層啦。不過每個人有每個人嘅選擇同埋一個心儀嘅位置嘅，可以喺評論區下邊講翻你屋企住喺邊層樓。